你解決漏水咧，你係必須要針對性咧去揾到個漏水源頭，先至能夠解決到嘅。你過咗去台灣4年啦喎，生活方面有冇啲咩趣事咧？台灣嘅酒店就係另一個意思嚟。係啊，台灣嘅酒店係。而家喺我身邊嘅阿仙力咧，相信咁多位大銀行觀眾咧都唔陌生㗎啦。Hello， 阿仙力你好啊！你好。好開心咧，你喺台灣放假翻嚟香港同我哋傾下偈啦。呢幾年喺台灣工作同埋生活係點樣嘅咧？咪就係因為工作關係啦，咁就過咗過去台灣。咁我本身有2個小朋友嘅，大嗰個就讀緊美術班啦，咁細嗰個就讀緊當地嘅普通學校。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學習嘅環境啊，生活嘅環境啊，其實都同香港有好大嘅唔同。咁你嘅普通話有冇突飛猛進啊？有我問過啲台灣同事嘅，我問呢個台灣同事，其實你聽我講嘢辛唔辛苦啊？跟住佢就話都聽得明嘅咁咯。你過咗去台灣4年啦喎，生活方面有冇啲咩趣事咧？有一樣嘢幾得意嘅就係大家用嘅嘢、用嘅詞語係好唔同嘅。譬如有一次同阿女去漁港嗰度啦，咁佢想食魚蛋，咁咪嗌一碟七彩魚蛋。咁結果嚟咗咩咧？就係嚟咗個烚魚春，然之後上高有啲七彩糖粉咁滲喺度。阿女就覺得奇怪，魚蛋唔係咁嘅樣嘅喎。跟住我話咁其實可能係台灣嘅字同香港嘅字唔同。跟住有一次去買家私嘅時候，咁嗰個老闆娘年紀比較大啦，跟住佢就問：咦，你啱啱嚟到台灣喎？咁其實你住喺邊？我咪話同我女住酒店先啦，我而家仲揾緊樓租咁樣。台灣嘅酒店就係另一個意思嚟。係啊，台灣嘅酒店係色情場所嚟嘅，就同香港嘅酒店唔同。咁但係台灣嗰邊叫飯店，我初嚟到又唔知喎。咁然之後嗰個老人家就好奇怪咁望住我同阿女咁啊，OK。知道咧，唔少想移民去台灣嘅朋友咧都擔心交通方面啦，因為地方好大啦，可能要自己揸車啦。咁左軚右軚都有分別嘅喎。一開頭你喺交通方面啊，習唔習慣咧？一開頭其實就係冇買車嘅，咁啊同老婆都係搭當地嘅巴士。其實當地就全部都叫公車嘅，即係一層過咁巴士咁樣。但係實在係等太耐啦，佢半個鐘頭一班都唔知係我長命啲啊，定係架車到先。咁跟住老婆忍無可忍啦，就佢走去考電單車先，跟住佢就買一架電單車翻嚟揸啦。咁之後就到我去考啦。咁我發覺咧，唔知講唔講得啦，嗰度對於車呢家嘢咧，性別歧視係幾嚴重。即係譬如我老婆去學車啦，咁個師傅係比較溫柔啲，同埋比較長氣啲啊，細心啲。同埋我老婆係可以 extend 到用2個星期時間去練習，練完之後再去考車咯。咁但係男仔去學車考車咧，佢就會覺得其實你本來已經應該識㗎啦，因為台灣其實都有幾多人係無牌駕駛揸架電單車過去，然之後再去考車。佢要求我學3日。咁然之後第4日就考車。咁如果係私家車嘅話，我本身係有車牌嘅，咁就香港係右駕啦，咁台灣係左駕。咁去到台灣其實揾師傅報鐘就可以再揸，因為香港個牌只要喺香港嗰邊認證咗之後咧，就可以去台灣嗰邊直接轉。咁台灣同香港牌最大分別就係香港牌就10年一次㗎嘛，10年要續一次。台灣係好寬鬆嘅，佢俾個牌你就一次過俾到你75歲。係啦，之後如果你身體唔舒服啊，成日就逐年再檢查成。咁但係後來我發覺，如果揸車嘅話，左軚同右軚其實係唔使 care 嘅，因為轉彎嘅話，只要喺司機角嗰邊轉遠啲就啱。哇！咁樣聽仙力分享咧，我都好適合去台灣考牌喎。你移民咗4年嘅時間，拎到身份未啊？台灣嘢食咧，我發覺有一樣幾特別嘅嘢就係